哎，苏月溪，疯了吧？让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太过分了！静熙，奶奶，静熙，回头再收拾你。 奶奶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奶奶，苏妍希，西城，西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故意设计害我，为的就是气走锦溪，你好留在这个家里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！我顾西城就算没有女人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我看见你就恶心。西城，你说什么呢？奶奶。 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，让她滚出我们的家，否则我绝不会饶了她。老方啊，哎，给苏小姐收拾一下东西，让她离开这儿。是。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，老不死，赶紧让我对我死定了！ 美女，我陪你可好？先放倒我再说。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接近顾西城了吗？哎，喜欢就买，喜欢就买，适合你。服务员，除了这个小的不要，那个小的不要，其他的啊，其他的都给我包起来。军哥啊，你对人家真好。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 喂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们见个面吧，我有点事情要找你。约我见面？我哪有空跟你见面？挂。谁来电话？我们家一个亲戚问我借钱，特别烦。哦，是这样。 找我来干嘛？说吧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借钱？你堂堂顾家少奶奶，你问我借钱？那些钱都是顾家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能碰人家钱。你就是用这种视金钱为粪土的姿态，把顾西城迷惑住了。可这些在我看来都太虚伪了。你觉得我虚伪？ 我今天问你借钱是要给妈妈交护理费的。这几个月我住在顾家，没有时间出去打工，剩下钱不够了。当初是你说的，要把妈妈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病，可最后呢，连医院都没有换一家。你是个骗子，苏妍希，到底谁是骗子？顾西城把我赶出顾家了，我现在想回顾家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。 霸占了原来属于我的位置，你把顾西城迷得神魂颠倒，你现在问我借钱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：一分没有。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顾西城。我不想骗你。
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从你带我去孤儿院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，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吗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生活这么美好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这一切你都忘了？难道这所有的爱你都要放弃吗？顾西城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一个骚扰电话。那赶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饭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这是。顾西城，你别给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坐吧。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你以为媳妇儿回来你就没事儿了？那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吗？那就管呐，那就糟蹋。前几天公司理事来跟我告状，说你撬了自己项目的会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什么去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，您赶紧吃吧，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，破坏了您的胃口。锦溪啊，以后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，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吃饭吧。奶奶，我顾西城犯的错，我自己承担，跟锦溪没有关系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没有说你什么呀。走，锦溪。这孩子脾气是越来越大了，我都说不得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这是揽月湾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样子已经改变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哎，小姐，
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是蓝月花吧？对啊，哎，你见过这姑娘吗？这不是锦溪吗？对。那请问您是？啊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呀。啊，原来是伯父啊。啊，你找他呀？对，你能告诉我她住几楼啊？锦溪她现在不在这儿住了。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公司。一会儿你在楼下喝杯咖啡等我。你之前不是一直特别讨厌去公司吗？那是以前，但是现在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一下。看我干嘛？没看。你明明看我了。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。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看树吗？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树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面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。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，你高兴吗？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，好吧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高兴？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顾先生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高兴，高兴我就开车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。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还是这个表情？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吗？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不是，你说这个贺锦溪他现在不住这儿了？对啊。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溪他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？他结婚了，他跟谁结的？对方有没有钱的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溪他过得特别好，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啊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神龙集团的太子爷，顾西城。啊？是瞎胡闹！顾西城呢？来没来啊？老李啊，顾西城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毕竟这个公司是人家老顾家的，你就是到他奶奶那儿去告状，弄不好那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管他是谁家的呢，反正我知道，顾西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儿。哼！我要不是念在他爷爷曾经对我有恩，他捅的那些篓子，我才不帮他拔。李叔，你找我啊？什么事啊？你们家人没教过你吗？啊？进门之前先敲门，看看你什么样子。李叔，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？哎，老李，西城啊，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可他一心一意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。哎，刘叔，
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，是为了这个公司好。那么言下之意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这怎么说好？老刘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西城啊，今天你是怎么了啊？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尊处优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是。刚才李叔说我捅的娄子不帮我补 ，OK， 我捅的娄子我自己补。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支持常志成还是我，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全是他奶奶给惯坏的。嘿，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干什么？放我！干什么？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不许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锦熙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总裁踹你们菜的！传闻中，贺锦熙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他这……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左夫人好。哎，站住！你谁你啊？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。啊！哈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两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，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跟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啊。那个，既然锦熙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，你说吧。锦熙呢，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呛。要钱是吧？这要钱多俗气，我就是说资金上这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可怎么办？
别夹了！哎呀，顾先生，你别让他夹了！疼死我！别夹了！顾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顾先生，你个傻瓜，快赶紧把我给放了！你快！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，对钱是最没概念。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，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撒谎，你把我放了吧！兄弟，快把我放了，把我放了！顾先生，快点让他们放了我！在家。别讲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哦，哎呦，兄弟，不玩了！顾先生，那个王八蛋，不玩了！哎呀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孙熙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孙熙。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西城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何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
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哎，你苏小姐，是安安吗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坐吧。哎，安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。啊，妍希姐。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是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哎，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啊！啊，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，啊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锦溪啊，锦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锦溪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。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到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进顾家之后，顾西城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。
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哎，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？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